来，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来向我们的神来，先来敬拜与赞美。来，高声唱，张开你的嘴巴来唱，来赞美，拍手。来，高声唱，哈利路亚！来，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来，高声唱，来，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唯有他配得赞美，因他是主。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唯有他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。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哈利路亚！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唯有他配得赞美，因他是主。昔在今在，快来君王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。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。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基督。拍掌，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。我心颂扬，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圣殿里面，放下你的重担，我们就来赞美他，敬拜他。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你脚前，单单寻求敬拜你，爱慕你。你的爱何等甘甜，你的心事不改变，你的膀臂围绕我，扶持我。我心渴慕你怀抱，我灵渴慕你同在，单单寻求敬拜你，爱
安息。我心颂扬你作为何等奇妙，我要欢唱你慈爱何等长阔高深。我心颂扬你作为何等奇妙，我要欢唱你慈爱直到永远。放下一切重担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脚前，单单寻求敬拜你，爱慕你。你的爱何等甘甜，你的心事不改变，你的膀臂围绕我，扶持我。我心渴慕你怀抱，我灵渴慕你同在，单单寻求敬拜你，爱慕你。我心渴慕你怀抱，我灵渴慕你同在，在你怀中我得着安息。我心颂扬你作为何等奇妙，我要欢唱你慈爱何等长阔高深。我心颂扬你作为何等奇妙，我要欢唱你慈爱直到永远。我心颂扬。我心颂扬你作为何等奇妙，我要欢唱你慈爱何等长阔高深。我心颂扬你作为何等奇妙，我要欢唱你慈爱直到永远。我要欢唱，我要欢唱你慈爱直到永远。感谢主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天父上帝，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来这边聚会，一起来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劳苦跟重担，主啊，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把一些劳苦来卸下来。谢谢主看顾，愿今天我们祷告会所有祷告祈求的事项，主你都来引领跟祝福，也来成就。也愿主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，身心灵得以健壮，灵魂体得以兴盛。还将感谢祷告是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，阿们。请坐。各位兄姐平安。特别开始的先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文吼，耶利米书33章14、19、16节。咱做来读。耶和华讲，看日子要到，我应允以色列家甲犹大家的好话，我要互伊成。当迄日迄时，我要甲大笔发生义的基。伊要伫地上行公平甲公义，伫迄日犹大要得到救，耶路撒冷要安然徛起，伊的名要称作耶和华咱的义。今仔日的信息，迄个题目是公平正义的国度。咱台湾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演变，伫即个演变中。体会到公平正义，拢是咧有弱者咧追求的名词啊。因为这世间并无啥物公平正义，因为迄个时阵党外还是民进党还未执政的时阵，就咧讲公平正义。换民进党执政了后，所以换国民党咧讲公平正义。
有当时我跳伞听到爱笑，这若想，掌权的人就有公平正义，无掌权的人就变做弱势，就感觉无公平安尼。这就是拢因为人的问题绝对的管理对来就是绝对的腐败。掌权的人所讲的公平正义，拢系统被统的人拢无一定认同。亲像马总统伫迄个执政的时阵，就互人感觉讲，那像你司法有两套标准。这拢是因为安怎解说，拢顾在人来解说，所以人的制度虽然定伫遐，也毋过顾在你解说啊。所以伫人的制度内面，拢无啥物公平正义人讲。伫西方的教会，拢用12月25来做圣诞节；伫东方的教会，用正月初6来庆祝圣诞。西方的教会咧讲的都是天主教甲基督教吼，佮有东方的教会是讲迄个东正教吼。东正教嘛是基督教啦。我看电脑，西方的教会天主教是旧教，天主教是彼得式讲。电脑是讲迄个，网络是讲迄彼得式的基督教，东方教会是约翰式的基督教，新教是保罗式的基督教。这我是无啥清楚啦吼。虽然东教会原来是用正月初6来庆祝，也是用正月初6来庆祝迄个圣诞，虽然时间拢无共，毋过拢是伫个11月底到12月初对。11月底还是12月初的时来开始吼，伫迄个时阵开始来充满着欢喜的气氛。正月初6是主显节啦，是耶稣基督降生做人以后，世界显现的日子，就是东方的3个博士，因见着世间人的耶稣，佮带来礼物迄天。过去基督教只有基督徒咧看重。即几十年来，伫台湾连地方政府拢趁即个时机举办各种的活动，甲发展观光的活动。但是伫即个闹热欢喜的气氛中，基督徒所看重的是啥物货？重点应该是基督耶稣本身才对啦。到下日有4个改降节主日的安排，为着就是要互基督徒安静准备心。思考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，佮提醒咱耶稣基督道成肉体，为人类的罪来死。这个国我的基督要过来。先伫耶利米所念迄当时，是以色列人3摆被掠到巴比伦，佮因为犹大王背逆上帝，互国家不时受到攻击。耶利米书33章14节讲到。上主讲，伊要实现对以色列甲犹大的应允，这个应允是关系到以色列国的复兴。上主应允，当迄日迄时，我要甲大笔发生义的基，伊要伫地上行公平甲公义。伫耶利米书33章15节安尼讲，这道对已经失去国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何等的重要。互因归心望即个国度的临到，当因听到这话时，心内何等的欢喜，想着因一定会当转去到因的故乡耶路撒冷。这话也回应着先知以赛亚的话，对亚西的树头要补一支眼，对伊的根所生的枝要结果子。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，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。记忆甲能力的神，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。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2节安尼讲：两个相差100年的先知，共款将上帝应允的显明出来。当以色列人离开上帝时，上帝永远无离开因。上帝对因发出责备甲惩罚，同时也充满慈爱甲羞辱。列王记下卷第25章第1节记载，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王，
当伊坐位第9年的10月初10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全部的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，伫城的对面10年，佮4围企图对攻击城，对安尼城受围困，直到西底家王11年。伫即款的背景下，耶利米传讲的信息，佫是爱犹大人投降巴比伦，佫预言犹大王西底家一定会失败比列。即款的信息当然毋是犹大人所要听的，连西底耶利米都毋敢求救上帝。以后会安怎？上主佫鼓动甲先知启示伊的计划。伫耶利米书33章第3节讲，伊安尼讲。你求我，我就应你，也将你所毋知的带个恶敌的事指示你。然后第16节，上主阁对耶利米讲：当伫迄日，犹大要得到救，耶路撒冷要安然徛起，伊的名要称作耶和华咱的义。这段话是黑暗中的光，互伫绝望中的人看到新的愿望。伫比列到异乡的情形下，得到新的愿望，因为上帝并无离开因。又原守约看过亚伯拉罕的予下，一定会带因转去到耶路撒冷，离开比列的状态。虽然耶利米的预言无伫迄个时阵实现，毋过，互咱对耶稣基督的降生回想起这话的实现，迄个代表的予下将要行公平。甲公义，这是咱伫大讲这其中所愿望的。先知预言中所讲到迄个王，要展开一个新的国度。头大卫是头做的老爸啦吼，头大卫大拢知啦吼。伊有一条歌叫做《彩虹的家》。迄歌词提着讲，我有一个希望，找彩虹的故乡，问太阳伊的方向，不时咧敲吹，迄才是我徛起的好所在。迄个土地芬芳，被衣衫变做年想，人甲人无争战，也无饥荒。这彩虹的故乡七彩灿烂，西啊绵羊东来往，真安详。这首歌表现出真侪画面，人伫其中无战争的威胁，还佫会当甲其他的受造物做伙住，是互人期待的国度。这首歌互咱想到以赛亚书11章所讲的和平的国度，尤其是第6节到第7节讲到，豺狼要甲绵羊啊三甲大，豹甲山羊啊三甲倒地。牛啊，甲细只狮，甲肥的精生，上细汉的囡仔要牵因，牛甲熊要三甲只，因的囝要三甲倒地，狮要食草，亲像牛。迄个美好的情景是以赛亚所预言的国度，也是耶利米所讲的公平正义的国度。伫即个新的国度中，不止人得到自由平等，上时也甲其他的受造物和平来往，三甲大。这也是咱伫大讲节的这期所期待的，一个基督的来临的时，带来新的国度。这个国度所展现的是一切受造物拢会当和平斗阵。这个属于上帝的国度，毋只是为人所准备，更较是期待人会当用公平正义来对待万物，恢复上主原本美好的创造，期待新的爱定来到。耶利米书所描写，其实充满着人性的黑暗。先知本身也为着最终的人民哀伤，但是伫亲像看袂到愿望的时，上帝阁予因一个充满愿望的国度的预言。先知耶利米并无亲目看见伊所描写迄个国度的临到，但是犹原充满信心咧宣讲。因为伊确信上主所应允的一定会实现，就像今仔日的咱，虽然咱毋捌亲目看见耶稣第一过的降临，但是咱因为信来心存愿望，来看见迄个
搁再来的角度，你看去搁再来迄个角度，搁会伫其中安宁徛起。这个角度可能袂伫咱活着的时阵来到，但是公平正义的角度，要对和谐社会开始，因为和谐社会，咱会当做伙来做。最后，我用泰戈尔讲的一段话来结束。泰戈尔是一个印度人，伊讲：你会使将家己化做一拍灯，因为你毋知影谁会照着你的光行出黑暗。咱嘛要保持心中的善良，因为你毋知影谁会照着你的善良行出绝望。嘛得保持你心中的信仰，因为你毋知影谁会照着你的信仰行出迷茫。爱相信家己的力量。因为你毋知影，谁会因为相信你，开始相信家己。愿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活做一拍灯，来照出所有的美好。这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。互咱做伙来祈祷。为阮降生的主耶稣基督，当阮用心听候迎接你的降临的时，愿圣灵帮助引带阮，开阮的耳目。互阮看见你所展现公平、公义的国度，也求你互阮会当参与伫你的国度中，成做你恩典国度的见证者。让你降生伫阮的心内，互阮得到顶头生，啊，佮互阮明白你国度虽然超越这个世界，尚是也对这个世界带来重大的贡献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你的名求，安尼祈阿免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我的恩梦，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我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我的恩梦，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亲爱的天父，引带我向前看，因为有你来看顾我。我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予我踮伫这，来唱一首献给你的歌。有你作伴。
来手一手献给你的歌。我亲爱的弟妹，感谢你给我点伫这，来手一手献给你的歌。我亲爱的弟妹，感谢你给我点伫这，来手一手献给你的歌。这时，咱来为世界为着国家为着社会，咱来祈祷。还有一个美国大选已经过啊吼，国际局势希望会当行伫上帝旨意的道路上。第二就是伫我年前订咧修法吼，财会法因为我这个同厝分配权吼。无平均的情义，求上帝赐智慧，可会当监督国家整体迄个运作，会当互地方的自治甲发展吼，大家拢会当和谐。第三，咱为着即马囡仔生较少吼，18个中招生拢无够吼，佮减少落去。为着即个世代的少年夫妻来祈祷，互因凭着信心，无凭着眼前，佮求主赏赐敬虔的护佑。咱先为着即个来祈祷，即个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现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祈求，求主看见世界和我们国家面临的困境，也祝福这世代的子民。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在提摩太前书2章1到2节，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祈求、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我们为美国选举已经选出新的总统、新的领导人川普总统。美国选举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，影响全国的局势。但主，你使川普能成为美国的新的总统，也是你的旨意。因为川普是你的子民，祈求神赐福川普总统有属天的智慧、公平、公正、慈爱、和平的带领国家，也能影响全世界。不论是在战争中的国家，或是面临经济困顿，不论各个层面都能带来改变和对话，而不要对立。因着神的恩典，促进世界的和平。我们也要为了立法院正在研议修正的财政法来代祷，求主给立法委员有专业和理性的态度来修正法案，必须审慎的、专业的来讨论中央政府和各县市政府间如何来分配。求主你来带领，让整个国家的推动，不论是国防、外交、医疗、交通各项社会福利的推动，都有主你的带领和祝福，使台湾成为一个人民和善、团结、
美善的国家。再来，我们也要为了台湾少子化的困境，以及对教育系统各个学校减班带来的严重影响，主啊，求你使国家执政掌权者正视少子化的严重性，能有智慧研议对策，有效的鼓励生育，提高生育率，脱离台湾少子化的困境。求主祝福台湾这世代年轻的夫妻，能够凭信心，不凭眼见，愿意来养育下一代，求主赏识敬虔的后裔。主啊，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名来求，我们同心合意来祈求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是咱来为教会来祈祷吼。头一人为着为教会的牧区甲小组的调整吼，甲规划吼，会顺利来带到。求主继续好调，愿你委身的区长甲小组长，互甲咱教会，咱教会的会友吼，会当对着随上帝来的牧养甲带领。第二项，为着咱教会传道部的代祷吼，明年要改做外展部门吼，感谢。伫年底的圣诞节活动吼，以及明年度的外展事工，当像平安的福音下，福音下，将耶稣好消息甲市民分享，大家得到丰盛的性命。为咱11月30日学生中工退休会来代祷，求主带领规工的行程来当顺序完善，祝福迄天所有学习甲领袖，拢有当顺序，互同工之间拢有当同心来服侍，迄个情谊当真更加亲近。咱为着这三项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的仁爱是至大的，时间空间日日在换新，只有你的爱是永远不变的。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迦南教会是你深爱和祝福的教会。当我们回顾纪念59周年的时刻，看见你一步一脚印的引导和保守，每个日子都是恩典，都是祝福。感谢主，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。我们要用谦卑、敬畏、顺服的心全然倚靠，将信仰落实在各角落，爱人如己，将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我们也求主圣灵和陈牧师同在，让陈牧师有新的眼光，看见新的意象，带领迦南教会向复兴之路奔跑。新的年度组织调整，装备系统、关怀系统能够更完全齐备，每个部分都有主美好的带领。11月17日下午1点即将召开的新旧区组长座谈会，愿有更多被邀请的同工投入牧养的行列。在座谈会中，每个人都能够借着经验的分享、牧养的甘苦谈，达到薪火相传，一棒接一棒，小组倍增，更多人来蒙福。
11月30日，我们要在台北、基隆举办核心同工退休会。愿所有的长职、区长、小组长、校长、干事都能够将时间摆上，一起学习，一起领受，我们将成为神祝福的团队。12月14日6的晚上，我们要在本堂的2楼举办嘉兰圣诞晚会，求主保守赐福，筹备顺利。各牧区小组团体能够踊跃报名，节目精彩可期，也邀请未信的亲友多多的参与。我们要用感恩的心见证主1年来的恩典。愿嘉兰教会时刻有主同行，从上到下，每个会友都有一颗愿意学习和装备的心，人人服侍，个个同心同工，兴旺福音，荣耀主名。我们将祈求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，阿们。啊，是咱来为这期课来代祷吼，咱首先是为了圣林牧区第6组杨英杰为成图夫妇的查囝杨慧恩吼姊妹就是杨黄桂美姐妹孙伫11月11进行手术2周附近的肿瘤切掉今仔日已经出院，感谢主保守手术拢会当顺遂。求主继续看顾手术后身体复原。第二，陈牧师伫即个拜六要伫中间检查心脏，看是毋是爱斗支架吼。求主互医生有充足的智慧甲能力，来做出好的判断甲治疗的方式，保守陈牧师的身体吼。第三，第12组的许心宇姐妹妈妈伫阮市姐妹，有糖尿病、帕金森氏症，甲视觉失调症等等的病痛，求主看顾伫阮市姊妹吼，伊的心灵拢会当坚固，有对主来的力量甲安慰。第四，平柔姐吼，伊伫11月7日为有咱三巴要切掉，11月7号腹肚痛，可以去诊所注射摕药求主看顾平柔姐吼，手术后的身体无爽快，有主经历主丰盛的恩典，早日恢复健康。第5组蔡妙宇姐妹吼，蔡有安因查囝因大安查囝吼，12月22日预产期。求主看顾，伫咧待产的期间吼，妈妈甲胎儿吼，拢会当平安健康，保守因到期的项目顺利来生产。咱即摆先为着圣林牧区即个5项，咱来为因来代祷。挑来出发，只是为着我们的基体阮只是特别为着阮的机体，阮圣林牧区兄弟姐有身体病痛，求主你医治，也有手术了后，求主你互因伫手术后会复原，拢会当顺遂得到你丰盛的恩典。阮也为着迄个妙仪姐妹，伊要生产，求主你互保守。到生产拢会当顺遂，胎儿也健康，母子健康。特别阮就为着陈牧师，伊要伫拜六，要去中间检查心脏，求主伊互医生有好的智慧甲能力来看顾需要长支架啊无，
互因拢会当一直顺遂。我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这是咱来为着青年牧区青年牧区求主祝福同工会当有委心的心，伫每一人服侍上甲主结连，甲团队有协调。第二项就是求主怎样，伫拜六个礼拜，2025年明年定为叫做青年礼拜吼，毋是周六礼拜，明年叫做青年礼拜。互较侪学生族群吼，因为青年礼拜来得到福气，得到被牧养，还有儿童牧区。求主保守同工，心灵拢勇壮，帮助老师伫备课甲服侍中，领受上主的话的能力。伫牧养时相时，当增甲主增加关好的关系。还佫有就是第二，求圣灵保守，伫耶稣基督合一的心，会当同工会当互相来配合，互相来成全，建立一个基督的身体。咱为着儿童牧区甲青年牧区做来祈祷。主，阮即时特别为着青年牧区，互青年牧区的同工，伫咧侍奉的时，拢会当一致协调、同心合力，为主你来做工，会当拢会当每一个兄弟，每一个青年拢会当用心来做工。阮拜六要改做青年礼拜。求主你保守，即个高中生、大学生、高中生，拢会当伫即个礼拜中，得到你的稳定甲牧养，人命得到成长。我若为着儿童牧区，求主你保守即个同工，因伫领受你的话时，当互囡仔得到造就，互囡仔甲人无相，阮求你保守这个同工，心心拢勇壮，祝福因。我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最后，咱为家己祈祷，咱为家己祈祷吼，咱即是为着家己，咱拢为着甲别人祈祷嘛吼。这家来我祈祷，咱就为着家己祈祷，好，咱做来祈祷。特别为着阮家己来祈祷，求主你祝福保守阮，阮伫这个祈祷当中，会当甲你更加亲密，阮所求的，拢会当得到你会听，你的应允。阮伫这个时阵，要结束，求主你保守，阮有平安的暗暝。阮咱的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就要得着。
若嘴内心灵伊的，就会得着救。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因为咱信咱若要相信，就会亲做伊，伊若嘴内心灵伊的，就会得着救。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因为咱信咱若要相信，就会亲做伊，伊若嘴内心灵伊的，就会得着救。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。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，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俄罗主，愿上帝的神甲咱三个弟弟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为今天晚上在这里的祷告聚集，再次向主献上感谢。感谢主带领我们从各个地方来到教会，同心聚集，让我们在这里也在线上，在主的祭坛前向主献上我们的祷告恳求。愿主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当中，愿神你在世界上来掌权，赐下你的公正、公义，还有上帝你的主权，能够在各个角落当中，主要让上帝你的光来照亮一切的黑暗，来驱走一切的阴霾。主啊，我们一摆将我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将我家己，将我的个人、我的家庭，拢恭敬交伫上帝你的手头。就是我逐天早起时听上帝你的话，互阮伫暗时要休困的时，会当一日来向主献上感恩，也愿上帝祝福引带阮的脚步，甲阮逐天的路站。愿这个时阵也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，要同齐来祈祷讲：愿伫天地的父，愿你的名圣。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个一摆用破声来感谢上帝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咱今日嘛有一位新来的兄弟啊，洪兆福弟兄，好，在咱中间，咱嘛拍破来欢迎，好，洪弟兄，好，欢迎他的参加。好，我们彼此请安，好，愿神赐福大家，好，也祝福在线上参加的弟兄姐妹，愿神赐福你平安，谢谢。